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宜家楊師奶。這個冬天不太冷，3月份天氣開始暖，有啲地方嘅櫻花已經出嚟同大家打招呼啦。今條片暫時唔講搵食，嚟個溫哥華春季限定追櫻篇，輯錄咗我移居溫哥華追櫻打卡景點，一齊開始我哋呢個追櫻之旅。首先去機場隔離呢個公園。位於公路旁邊，泊車位唔算多。櫻花樹比較矮細，不過可以欣賞櫻花之餘，亦都可以睇到飛機嘅升降，一舉兩得，我就覺得好正啦。不過位處空曠，比較大風，所以記得要着多件衫啊。出開 Richmond 一定會嚟呢個公園度睇櫻花啦，因為公園大，櫻花樹又多，所以嚟打卡影相就一流。不過要注意，櫻花盛開嘅時候真係一個車位難求㗎。呢個櫻花庭園係為咗紀念日本和歌山縣嘅日本移民，紀念佢哋對社區嘅成就同貢獻，提供俾市民同遊客可以欣賞櫻花美景嘅公園。平日比較少人，但係假日就會有好多家庭或者朋友聚會喺呢度野餐同欣賞櫻花，甚至放風箏。溫哥華嘅櫻花花期通常係3月中去到5月初，而滿開嘅時候多數都係3月尾去到4月中。最常見嘅品種就係染井吉野櫻同埋柱櫻。欣賞櫻花美景之餘，仲可以欣賞呢度嘅海景，真係好舒服㗎。跟住介紹呢個公園係熱門嘅旅遊景點，我都係上年先至知道有櫻花睇，不過遲到好過冇到。今年一定會預早去欣賞。另外，市中心呢個大公園都係櫻花打卡熱點之一。俾高樓大廈包圍住嘅櫻花就好似清泉一樣，特別顯得優雅脫俗。呢個公園有超過100棵嘅柱櫻樹，每年櫻花盛開嘅時候都會舉行大型嘅櫻花活動㗎。慢慢行，仲有佢嘅出現，北美嘅木蘭花，又叫做加拿大木棉花，嬌嫩嘅粉紅色同櫻花不相伯仲，不過有啲就真係好大朵㗎。另一邊仲有佢，太平洋杜鵑花。行過少少嘅碼頭住宅區，悠閒沿住海邊散步，真係幾超㗎。除咗有靚遊艇、靚海景之外，沿住海旁呢條小路都種滿櫻花樹，好有意境。原來仲有遊客觀光嘅小渡輪，穿梭唔同旅遊景點嘅海岸。有需要就自己上網睇啦。睇到呢個 signature 嘅打卡位，認唔認得係邊個公園呢？就係佢喺 Burnaby 住宅區嘅櫻花公園。公園唔算大，但係兩旁種滿整齊嘅櫻花樹，地點方便又好行，就算唔揸車，搭交通工具過嚟都好方便㗎。所以櫻花滿開嘅時候，不論平日或假日，一樣咁多人，想影返張靚相打卡都唔易㗎。見過有情侶喺度拍婚紗照，相信效果一定唔錯。跟住就係我至愛嘅公園，除咗住得近之外，仲可以欣賞唔同四季嘅景色。
位處山上，一覽無遺嘅景色，令人睇到心曠神怡。天氣好嘅時候，連市中心都望到㗎，所以間中都會上嚟散步或者行山，欣賞下呢個無價嘅美景，真係百看不厭。其實溫哥華嘅櫻花歷史係始於1930年，當時神戶同橫濱市長向溫哥華贈送咗500棵嘅櫻花樹，用以紀念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服役嘅日裔加拿大人。溫哥華而家已經有超過4萬棵櫻花樹，超過50款品種，係日本境外最適合欣賞櫻花嘅地區之一。櫻花亦都成為咗溫哥華春天嘅代表性美景。由2006年開始，每年都有櫻花節同埋賞櫻活動舉行，仲有賞櫻地圖追蹤咗大概43000棵櫻花樹嘅蹤跡，展示咗大溫哥華地區一啲最佳賞櫻嘅地點。等有一棵喺咗緊，有需要就上網睇下地圖，邊度有靚櫻花睇啦。呢個公園仲可以欣賞到醉人景色嘅日落，真係好有詩情畫意㗎。我都欣賞過呢度嘅免費夜櫻燈飾，短短嘅櫻花隧道都幾有氣氛㗎。唔好失記住啊！仲有楊師奶私藏嘅櫻花秘境，由於位處民居，所以就唔寫出佢嘅正確位置啦。其實溫哥華仲有好多大街小巷，或者一樣有隱藏喺你屋企附近嘅櫻花樹秘境，唔使飛返鄉下都可以欣賞到咁迷人嘅櫻花景色，我已經好滿足啦。下個月就復活節啦，如果有朋自遠方來，遊覽溫哥華之餘，順便欣賞春季限定嘅櫻花美景。其實仲有好多櫻花景點我未去過，好似 Stanley Park 同 UBC 咁，希望今年能夠欣賞到啦。大家有準備好今年追櫻之旅嘅清單未？如果大家都有其他櫻花景點可以分享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未訂閱嘅朋友請先撳個鐘仔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， 繼續支持下楊師奶。當以為溫哥華今年冇雪落，點知剪片期間終於迎嚟第一場雪，唔知仲會唔會有第二場雪，會影響到櫻花嘅景色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